乡亲啊，台南市透早嘛是安尼，透大风变大雨，大家赶要上班上课是真艰难。真侪人也未到公司，规身躯都已经压甲淡糊糊咯。上班繁忙时间，已经不管是毋是饮水啊，大台车、小台车也是爱前进。但是大部分的骑士惊这排气管的进水袂法，但讲用砍呢。无骑车开车，用行嘛爱真细致。除了小心别空，搁爱闪车，因为这车速若较紧的，就会喷水花，连野雨伞嘛是共款淡。十排都安尼啊！台南市安南区的安中路水已经拢淹入去到徛街内面，这车帮嘛拢浸水。除了碰伊以外，厨房的物件嘛拢淹啊。这时阵根本就无法度清，只好归去继续看电视，等水退啊，才去做伙处理。另外，社安路甲社北路交界住户，全家拢出动贴沙包。落万领就停止啊！啊，就淹安尼啊！是啊。进前车敢会安尼，敢淹水？我甲人800几台就有啊。透早一场大雷雨，安南区3点钟的累积雨量就突破100毫米，局部路段拢淹水，好在雨势有较少啊，淹水嘛快速消退去，无造成重大灾情。